在地消息来关心，屏东大校是发现讲最近有诈骗集团利用学校的名义，讲要发包工程，而且佫惊讲是未符照行政流程，所以爱厂商先立定金，安尼过长工就会当签约，就真正有厂商哄骗去了30万，目前已经报案。这个时间点，我完全打电话就没人接了。手机内底拢照卡出哩无人接的电话，讲好签约的时间，甲学校人员对话消息拢互收回，业者才知影互骗去。花劳力、花时间下去工作，我们也不是说一天可以赚多少钱的人这样，所以对我们来讲很伤啊。屏东这间做木工装潢业者，这个月16接到嘉义公司屏东大校总务处员工的电话，讲有紧急的工程要发包，嘛要买亲像粪扫桶这物件。提供电话，爱业者甲假厂商联络，对方通知爱付定金。业者敲电话予学校的人员了后，对方以无用时间真迫的理由，希望业者代付定金。佮讲隔工就会当来学校签约，汇30万予假厂商了后，签约迄天2个人同齐消失，才发现是诈骗集团假学校名义骗人。我只是想要希望连学校也要知道，因为人家是用你们名义了，甚至这个人的名字都一模一样。本校已经去派出所备案了，同时也将这个诈骗的相关讯息抛在我们学校的首页，也告知我们学校所有厂商说有这个诈骗的事件。学校表示，采购案拢会按照政府规定办理，未私底下要求厂商汇钱，已经向派出所报案，嘛提醒厂商，若再接到类似的电话，会当去政府的电子采购网中互确认，以免钱去互诈骗集团骗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接关